好，咁大家先攞起你嘅卷一甲簿先。咁我哋今次咧就嚟睇下呢個總結。首先睇下各班嘅表現啦。咁同學可以就你嘅分數去揾一揾自己班入邊嘅平均分，睇下自己處於邊一個位置啦。咁其實呢一份卷咧係唔難嘅，只要同學翻去肯温書，肯熟晒啲文本，同埋温一温字詞解釋啦，基本上都已經可以去到20分以上啦。咁我哋首先睇下第一題啦。處處致知個致字咧，其實就係動詞嚟嘅，因為文本入邊有兩個字，一個係解做記號，即係名詞啦，而呢一個致知個字咧就係動詞，所以大家要去睇清楚個詞性先至落筆去做解釋。咁如果你講嘅係標記啊，做記號啊嗰啲有動詞嘅字眼咧，都會俾分嘅。如果係記錄咧，就唔俾分嘅，因為同做記號嘅文意咧係唔同嘅。咁第二題基本上都冇乜同學做錯呢一題啦。如果你寫嘅係請字咧，都會俾分。好，咁呢度個足字講一講啦。足字係值得或者係足以足夠嘅意思。如果你解能夠咧，文意上面係完全唔同嘅，所以係唔俾分嘅。跟住我哋嚟睇下呢個句子解釋。咁呢個纖密交通咧，其實原本係要兩樣都解釋啱先會有分啦，但係因為大家一啲解到一啲唔解到啦，基本上面交通都知道係交錯相通嘅意思，而纖密咧就係田間小路。咁如果你有一個解到咧，都會俾0.5分。而呢個雙文個文字咧係聽到嘅意思，即係大家可以聽到咁解啦。雞犬啦就係雞啼同埋狗吠嘅聲音，你如果冇解釋出嚟係冇分嘅。咁大家自己睇下呢一題啦。第二題咧，基本上面我記得係冇乜同學做錯呢一題，係正確。之前應該大部分嘅小測啊或者温書入邊咧都會提到呢個桃花源記咧係步移法，係跟住漁人行嘅嗰個路程啦，去到依次描寫嘅。係呢一題應該冇乜問題啦。咁我哋嚟睇下第三題，點解話桃花源係當時嘅理想社會？咁呢一題嘅題眼呢，就係當時的理想社會，所以你要同當時作者身處嘅環境嚟到描述呢一題。咁首先你要話佢虛構嘅呢一個係同現實社會相反啦，跟住再去解釋點解相反。首先你要講到桃花源入邊嘅景色係點樣，你可以提到話佢景色好優美啦，或者係佢資源豐富啊，土地好肥沃。咁如果你提及到咧，我都會俾0.5啦，或者1分。咁視乎你寫出嚟嘅完整度。咁第二咧就係除咗佢嘅景色好靚啦，咁佢入邊最主要嘅部分咧就係冇戰亂嘅，冇壓迫，亦都非常之和平。咁如果你兩方面各提及到相關嘅特點咧，就有1至2分。最後1分咧係基本上冇乜同學可以答到啦，就係你講咗佢，你第一句已經講咗佢係相反嘅啦嘛，跟住第二你又話桃花源嘅特質，咁第三咧你就要翻嚟作者嘅寫作動機，就係佢身處嘅社會點解要虛構呢一個桃花源出嚟，就係因為呢個桃花源咧喺當時嘅條件或者環境之下咧係冇可能實現嘅，所以佢係一個美好嘅理想世界。如果佢實現到咧，就唔係一個理想世界啦嘛。如果當時可以實現到就唔係啦，所以最後呢一個點咧係冇乜同學答到嘅，大家可以自己睇下呢一題嘅答案。咁跟住呢一題 MC 就係 C 啦，
心兒父子兄弟，其實父子兄弟咧已經係同骨肉至親係一樣噶啦嘛。跟住較盡，即係極少嘅利益啦。咁蜘蛛咧，真係好少嘅錢咁解，所以係揀 C，即係諷刺緊呢啲好吝嗇嘅人啦。佢哋重利輕義，連咁少嘅利益都要同屋企人去到計較。咁呢一題係揀 C 啦。跟住第二題，我哋嚟睇下呢個頌理運用咗插敘嘅手法插入咗呢一句，對於全文嘅結構有咩作用？好，咁其實咧題目入邊已經同你講咗係插敘，你答題嘅時候咧就唔使再去專登又講一句呢個係插敘嘅手法，係冇用㗎。你寫多咧，淨係嘥自己時間嘅啫。你不如就好好地去睇下呢個對於文章嘅結構究竟有乜嘢作用啦。咁咧，首先你就直入話呢個插敘咧起到嘅作用係補充情節或者係推動全文嘅發展啦。咁有啲同學咧，你一見到全文結構就開始一大堆鋪墊啊，引起下文啊，呢啲萬金油咧係唔係喺插敘度用㗎？我哋學咗2篇關於插敘嘅文章咧，你要知道佢嘅最大嘅功能就係去補充情節啊，而唔係其他嗰啲引起下文啊、鋪墊啊嗰啲。咁呢一題2分啦，你可以繼續引用文本嘅內容，再去講點解係一個補充情節。首先呢，就係因為呢個鄉人係因為觀看佢去到作法啦，導致到唔記得咗自己嘅生意。後尾咧就發現咗成車嘅梨都冇啦，就係提供咗一個合理嘅解釋。咁你如果有提及到因為睇佢作法湊熱鬧咧，去到忘記咗自己嘅生意有0.5啦，冇後面呢一句咧係冇0.5分嘅。好，跟住呢一題表格題咧，完全就係因由原文嘅內容去到做一個白話文嘅解釋啦。咁視乎於你對文章有冇一個熟悉度啦。咁我哋嚟睇下大部分同學錯嘅係乜嘢？就係鄉人嘅下場。好多同學咧，你哋冇寫到被人恥笑啊。咁其實文章入邊咧，被人恥笑都係鄉人嘅下場嚟嘅。佢唔單止冇晒自己嘅理啦，冇咗呢個手推車嘅手把啦，咁仲冇面啊，所以佢仲俾人笑呢個 point 咧係有分數出嚟嘅。如果你冇寫到俾人恥笑，就冇咗0.5分啦。咁跟住掃風者嘅反應就係你要因應呢個原文，或勸制一危難，犯一瓊獨。咁2類人嚟㗎嘛，係咪？有危難嘅人同埋孤獨無依嘅人都要寫先有完整嘅1分。咁呢個咧，其實好多同學答嘅都係需要幫助嘅人啊，類似呢啲咧，我會俾0.5分嘅。咁跟住再睇下呢個掃風者嘅下場啦。咁我哋再去睇呢個原文啦。人薄迷心，則傾囊不論；刀具臨頸，則屬命不妨。即係咧，佢沉迷荒淫同埋賭博，呢個係2樣嘢嚟㗎嘛。咁如果你完整寫到呢2樣嘢咧，有0.5分。你冇寫到佢家財散盡咧，就冇佢下場嘅另外一部分嘅0.5分。所以係咁樣計嘅。好，繼續呢一題贈理嗰個係邊個？好多同學咧，你都唔睇題目㗎，講咗話係分理，道士係分理嗰個人，點會呢一題仲係道士咧？係嘛？分唔清楚分理同埋贈理啊！贈理嗰個係事中擁抱者啊嘛，係店鋪入邊嗰個店員啊，佢係見大家嘈得咁犀利，佢嫌嘈，先至攞咗一個梨送出嚟俾呢個道士啊嘛，跟住道士用嗰粒梨落嚟種，你哋連文本都唔去熟悉，點樣答題咧？呢一題6分㗎喎，係嘛？咁繼續啦，第2題。
承上題佢安排呢一個人物出場，對於刻畫鄉人嘅形象有乜嘢作用？咁呢一題係考一個形象嘅手法題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鄉人同埋事中擁抱者兩個人嘅特質去到作一個比較，跟住再嚟話其實同鄉人有乜嘢唔同啦。sorry 係擁抱者同埋鄉人嘅形象嚟作對比。好，咁首先啦，我哋就可以睇下呢一個擁抱者嘅特質啦，就係佢唔係一個有錢人，係咪？佢幫人打工嘅喎，係嘛？佢幫人打工點會有錢啊？所以佢雖然咧唔係一個有錢嘅人，但係都願意買你去到贈送呢一個道士。咁我哋可以見到佢係一個好仗義嘅行為啦，好大方嘅行為。咁我哋再嚟講鄉人有乜嘢特質？佢對比呢個擁抱者咧，佢擁有成車嘅梨，但係一粒都唔肯施捨，所以佢係好吝嗇啦，或者冷漠。咁我哋講完兩個人嘅特質之唔同之後，我哋再嚟講通過兩個人嘅強烈對比。咁呢一題咧，呢度係佔1分。點解佔1分呢？因為我哋要突出嚟後面呢一句嘅重要性，係通過兩個人嘅對比先可以見到呢個鄉人嘅醜態，先可以突出到鄉人嘅醜態，所以強烈對比呢4個字係有1分嘅。但係咧，如果你淨係話呢一題係用咗對比嘅手法，或者係用咗反襯嘅手法咧，冇分數。因為呢一題係形象分，唔係考你用咗乜嘢手法。好，呢一題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啦，爸爸的花兒落了呢一題，好似冇乜人去到做錯啦。咁其實應該都唔應該做錯，因為好簡單，送分題，好幫著你媽媽，即係分擔家庭重擔啦。你最大長女啦，係咪？全部都可以由答案入邊去揾到嘅，所以 dog 咧就係爸爸對於英子嘅期望啦。咁繼續呢一題就死得慘啲嘅，因為係多選題，咁有啲同學選啲唔選啲咁樣，咁其實你睇到佢3分啊嘛，咁3分好自然，即係你可能要揀3個啦，係咪？咁花嘅象徵咧，好多同學冇答到嘅就係呢個衣，象徵爸爸對於女兒嘅悉心管教。點解咧？咁其實咧，我哋見文章入邊，爸爸對於花嘅照顧係非常之細心啦，跟住又好愛花啦。咁花都係一個父親形象嘅伸展啦。咁佢對於女兒嘅管教就好似佢去養花一樣，一種愛花，都係一種照顧，都係一種管教。所以 E 咧都係答案之一。咁 C 就係文章當中都有提及到啦，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即係佢嘅童年時光嘅告別同埋結束。咁 A 好自然啦，所有同學都知道啦，係父親嘅生命同埋身體嘅變化。好啦，咁我哋再睇下第3題。快回家去，分別表達了英子點樣嘅思想感情？考你思想感情係咪？咁我哋要由佢嘅心情去睇啦，佢嗰時諗緊乜嘢去睇啦，係咪？要由英子嘅角度去到出發。咁甲咧，我唔知道點解好多同學都要去睇呢個蒲公英，係咪因為書本後面嘅題目誤導咗你哋？跟住好多同學咧，全部都係 copy 晒書本後面嗰個答案，係冇分㗎。
我哋要去睇點解佢要講快回家去，同埋佢講咗快回家去之後，佢嘅心情係點樣噶嘛？咁甲部即係佢闖練之後，去到寄完錢之後，佢覺得自己好犀利、好勁，所以佢就話啊，快啲回家去啦！我要同爸爸講。咁點解要同爸爸講呢？就係佢好高興啊嘛，好自豪。佢做完一樣佢以前唔敢做嘅嘢，冇做過嘢，所以佢好自豪。係一種佢嘅心情，咁呢度有1分啦。咁告訴爸爸，即係佢好急切地希望父親可以知道呢件事，跟住去讚佢啦。所以第2分呢，就係向父親去報喜。咁如果你答嘅係分享或者係告訴父親呢，有0.5分，因為主要嘅係希望得到一種讚賞或者係去報喜嘅心情。如果你淨係講咗告訴父親咧，係唔完整嘅答案。咁第2，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我好像怕趕不上什麼事情似的，為什麼啊？咁佢攞住嗰個小學畢業文憑嘅時候咧，已經係爸爸病到好嚴重，已經冇辦法去到參加嘅嗰個時候啦。咁佢講嘅快回家去咧，就肯定唔係佢想爸爸見到佢嘅小學文憑嗰張紙啊。點解呢？因為佢話我好像怕趕不上什麼事情的，是的，即係佢感覺到屋企入邊可能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啦，所以佢好焦急，佢好焦慮，好不安。咁如果你可以寫到佢嘅心情呢，有1分。咁第2個 point 呢，就係佢預感到屋企入邊可能父親已經離世啦，或者係害怕佢離世。咁如果你答嘅係見不到父親最後一面呢，有0.5分，因為佢呢度其實驚嘅係怕父親死啊，而唔係怕見不到佢最後一面，因為都冇人同佢講咗。呢度呢，文本入邊係冇提及到有任何人同佢講話父親已經死咗㗎啦嘛。咁如果你就咁寫見唔到佢最後一面係唔合理嘅。好啦，最後一題。英子與爸爸的感情使他在思想上面有乜嘢轉變？咁呢一題呢，其實我哋由英子同爸爸嗰一種好真摯嘅父女之情呢，嚟到講佢點解要做一個大人呢一個角度入去諗啦。咁首先呢，就係英子非常之敬愛佢嘅父親，所以先至要時刻去謹記佢嘅教誨。咁你寫咗呢一句啦，跟住再落就係要寫教誨嘅內容係乜嘢？就係父親提及過啦，即使自己已經唔喺呢個世界上面，都要自律同埋去照顧弟弟同妹妹，係咪？自律真係唔好遲到啦，同埋照顧弟弟同妹妹作為佢哋嘅榜樣啦，去到幫媽媽屋企入邊嘅事情啦。咁如果你有講到一啲爸爸曾經講過嘅教誨嘅內容，就有1分。咁跟住再去講佢轉變嘅原因係乜嘢？佢係咪一下就轉變咗呢？係唔係嘅？係因為父親離世，跟住佢知道自己失去依靠嘅時候。咁如果你淨係提及到父親嘅離世，冇分數，因為轉變嘅原因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失去依靠，所以你冇寫到依靠啦，冇1分。最後呢1分就係為咗去實踐父親嘅叮囑啦，或者係佢嘅囑咐，佢就決心去告別自己嘅童年。佢就話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佢就要去成為一個可以承擔家庭責任嘅大人啦。呢個就係佢嘅思想上面嘅轉變。咁呢3個呢，就分別係呢一條答案嘅邏輯。咁你答題嘅時候就謹記要係邏輯緊密啦。咁點解英子可以咁冷靜地去成為一個大人呢？或者係決心告別童年，就係因為佢十分尊敬或者係愛佢嘅父親，所以佢先至肯去落實父親對佢嘅囑咐。咁呢一題呢，就係咁樣啦。甲部就講到呢度，拜拜。